天堂與地獄。人時時講做壞事就會落地獄，地獄裏邊有種種酷刑。做善事呢，就可以升到天堂享福，天堂上邊有無比嘅快樂。咁到底天堂同地獄係點樣呢？有一個對呢件事好感興趣嘅人，喺偶然嘅機緣之下撞到一位仙人。仙人同佢講，有辦法可以帶佢去天堂同埋地獄參觀。咁於是呢個人隨住仙人到咗地獄，佢發現地獄嘅人一樣要着衫，要食飯，係同人間嘅生活差唔多，只係喺食飯嘅時候所用嘅筷子有3尺咁長。咁每當有人夾起餸想食嘅時候呢，就會俾左右隔籬嘅人搶咗佢。因此呢，彼此之間互相責怪，你偷食咗我嘅飯，佢搶咗我嘅菜，爭吵不休。呢啲爭吵不休嘅聲音，就好似轉動嘅車輪一樣，從來都冇停止過。後嚟，仙人又帶佢去天堂。天堂同人間嘅生活都係一樣，食飯用嘅筷子亦都係3尺長，但係同地獄唯一唔同嘅就係，佢哋夾咗餸，你餵佢一啖，佢又餵我一啖，彼此之間合作無間。聽到嘅只係歡喜感恩嘅聲音。乜嘢係天堂？乜嘢係地獄？一句善心美言，即係天堂嘅花香；一聲親恨惡口，即刻就成地獄嘅刀劍。天堂地獄嘅筷子一樣都係3尺長，人嘅一個心亦都冇兩樣。生活喺天堂或者地獄，就係要睇我哋彼此之間要相煎相殘啦，或者係彼此之間互助成就。